来这件是高虹安的消息。有一个住伫美国的教授叫做陈思训，2年前来指控到高虹安的论文涉嫌抄袭。高虹安怎甲告这个陈思训诽谤，结果告无成。这个陈思训是反倒转来告高虹安诬告。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一审宣判，甲高虹安判刑10个月。三摆体论文案早状开庭，高虹安当时为着清白，告女美教授陈思训将规尾无起诉处分，颠倒叫陈思训反告诬告。如今法院宣判，高虹安一审判刑10个月。在庭上表示他亲自撰写的，被抄的那一份期刊论文呢，他也说他是第一作者。这是今天攻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。去年12月底，陈思训出庭，特别讲案件关键就伫咧法院。要如何认定论文敢有共抄？两边2002年，陈思训因为指控高虹安论文涉嫌抄袭，方提告高档诽谤罪，落尾无起诉了后，反告诬告。法官讲高虹安博士论文含期刊确实有共人抄真大篇，认定一边知影会互陈思训受到刑事处分的意图，成立诬告罪，判高虹安10个月。这当然是还我的清白啊，这是非常难得。诬告自诉严，而且呢判了10个月的徒刑，是他自己写的，内容哪里来的他知道。高虹安这半年以来，行法院就亲像伫咧行走卡，贪污案封判7年4个月，如今诬告案搁封判刑。伊发声明法官恶误，无论是美国学校2摆会议学术论文，拢无讲到哪位有无妥当所在，或者是组织会启动内部调查，拢解讲无违反智慧财产权，都能证明本人并不是挑故意诬告，落尾也继续提起上诉。如今虹安搁一摆听到歹消息，心情应该是受到真大影响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